傑瑞德雷在雷射效果十足的創戰神預告片中告別數位世界，九寸釘樂團為這部電影配樂。創戰神的預告片在 CinemaCon 上亮相，僅2天後，官方預告片就發佈了。迪士尼的創戰神是備受期待的2010年創戰紀續集，該片於6發佈了首支預告片。片中傑瑞德萊特從數字世界被派到現實世界執行一項危險的任務，標誌住人類首次與人工智能相遇。片頭語是這麼寫的：傑夫布呂吉斯 Jeff Bridges 在1982年的原版電影中飾演海文弗林 Karen Flynn， 他在畫外音中說道：準備好了嗎？因為已經沒有回頭路了。4萊特和布呂吉斯登上 CinemaCon 的舞台，首次發佈了創戰神的預告片。首先，我小時候就迷戀電子世界爭霸戰，那是80年代，感覺未來就在眼前。電子世界爭霸戰有動作、冒險、彈性纖維，很多彈性纖維。來月，然後補充說，他的角色正在執行一項不戰而死的任務。以完成他的指示，他還指出，對於從小就喜歡原版電子世界爭霸戰的粉絲來說，這部電影會讓你大吃一驚。無論他在哪裡，該電影由約柯希姆羅寧、Joaquin Phoenix 執導，其他主演包括格雷塔里、Greta Lee、埃文彼得斯、Evan Peters、哈桑敏哈吉、Hasan Minhaj、朱迪特納史密斯、Jodie Turner-Smith、阿圖羅卡斯特羅、Arturo Castro、卡梅隆安德森、Gillian 漢連安德森、Gillian Castro、卡連莫納、Gillian 萊特、肖恩貝利、傑弗瑞西爾弗、賈斯汀史普林格、艾瑪路德布魯克和史蒂文里斯伯傑擔任製片人，拉塞爾艾倫擔任執行製片。搖滾樂團9寸釘 Nine Inch Nails 為這部電影配樂。